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7月11，诗篇37篇34节安尼讲：着听候上主，遵守伊的道路，伊就高升你，互你承受所应允的土地。你会看到歹人消灭。三个来祈祷，互阮承受应允的地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监察人的心，赦免人的罪，阿耳空听人祈祷的上帝。主啊！你是满有慈悲怜悯，满有丰盛恩典，阁想赐阮永生的毋忘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！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阮逐时的倚靠甲帮赞，也是阮患难中的避难所。主啊！因为阮有你，就无惊吓，因为你要甲阮三角伫地。主啊！伫阮的每一天，阮要专心来倚靠你。伫阮的每一个脚步，阮要来跟对你。主啊！阮要听候你，遵守你的道路，你就要高升阮，互阮承受你所应允的土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